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下面詹伟民。2020总统立委大选蔡英文总统的选举连任成功，佮创下817万票新冠的这个纪录，完全执政都要完全负责。不过，咱讲第二任的这个挑战才打开始。大家拢讲，民进党这回靠维护主权，这个山野官赢到这个大选尤其论证讲起来，不分区政党票是较减少的，这代表咧，这个选民分裂投票这个意志啦民进党执政，这个难关是刷落来袂当继续来靠这个山野官，爱专心面对着内政这个部分，安怎来深化内政部分，大家都要来看因安怎落实，互人民来信任。咱讲到这个2018年地方大选大败啦2022年这个政治大海场，敢会佫出现呢？咱嘛是一个观察的重点。另外，要来讲到国民党这个部分，咱讲2018年声势这么好，为什么这个好法局外交输咧？国民党党内青壮派开几落枪啦话国民党就爱讲党内都爱改革啦国民党这个挑战是啥物？今日咱台湾新闻界台湾大代志，要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关心。这部电咱邀请到四位来宾做回来对话，第一位是咱邀请到这个国民党新竹市立委当选人郑正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到台湾世代教育基金会执行长洪耀南。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到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陈淑培。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第四位咱们邀请到中山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辛翠玲。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就一个人拢关心这选后政局是安怎来发展尤其咱要先来请教，就是咱的这个新科立委啦咱真正伫这战歹战咱讲这个新竹是这个三卡都这个局面咱家是这个国民党伫这个唯一无立赢执政的这个市长啦你伫遮摕到国民党这个席次，真歹选吧？就说就歹选的，选举无简单选的啦，大家所在拢做歹选。是，咱讲到这区啦你这回。顶回是甲这个郭建明来对决，这回是有拄到这个时代力量的这个高玉婷，这个民进党的陈鸿圭啦这回会当保着这些，对这个拿赢意义是啥物？团结的国民党其实是人民期待的。团结的国民党的时阵，其实人民会给伊机会。坦白讲4年前参跨委员咧拼的时阵时代力量嘛有出来，所以坦白讲4年前嘛是三卡都，这摆嘛是三卡都，所以对咱来讲的时阵得票率其实无改变足多，不过绿营的所在因这摆的时阵4年前看委员坦白讲较强啦，较强，这摆伊的都队出来拼的时阵力道都无遮大，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时代力量这摆迄个候选人足强的，足强的。因为我有看到足侪所在就是若是有民众党什么时代力量出来若是民进党无选调时，因拢讲迄个有人出来乱。不过新竹市足特别的，就是时代力量这候选人伊得票数差民进党差几千票尔，所以伊毋是出来乱的，伊是真实的有实力，是有实力的。真是有实力。咱讲起来。咱讲这个大环境对国民党这样无好，你伫这区选调，你感觉这个大环境无好的这个部分安怎影响到你这边咧拼的这个部分呢？坦白讲，阮这摆咧拼的时阵，阮会感觉到少年票要有足困难的，比4年前佫较困难。是，因为这摆感觉的时阵因为民进党咧拍这局的时阵，坦白讲因拍足好的，成绩也很好，所以因。总统的部分的时阵得票率足悬的，是因为少年人的票拢为遐跋去，对。阮伫地方咧有票的时阵坦白讲，少年票要有的时阵足困难的，这参规个大环境有一点仔关系。像我会记得，阮咧看民调数理的时阵时代力量足强的，阮差不多有20岁到29岁，差不多。有30几%要40%，拢支持时代力量。时代力量因为因总统嘛是支持蔡英文总统嘛所以变做讲蔡英文总统因伫个新竹市的得票率嘛足悬的。这对于咱来讲其实会足紧张的，因为那是总统投一票，立委投一票的时阵，安尼
民进党足简单就赢这局了嘛，其实新北市嘛是安尼。是，嘿，所以这摆阮咧拍新北市这局的时阵呢，他们讲，足侪问题爱去，来去解决。对。但是你感觉这个国民党内部上大的这个问题是啥物？尤其咱看这个这个青壮派拢开几多枪啦吼，讲这个党内都要解决。参即摆吼，我感觉我先讲新北市哦，新北市即摆他们讲国民党会使赢，是因为国民党伫地方，因为阮的新的主委就是阮的议长吼，许秀蕾许议长吼，伊甲地方拿来团结的。考得足好诶，甲考起来了对，规个拢考起来了吼。啊，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阮进前诶议长吼，谢文进谢议长，因为伊是无党诶，啊，毋过伊进前拢一般是拢支持民进党较多，吼，啊，毋过伊即摆咧，伊是支持国民党这边吼，支持南海这边吼，所以即摆伫咧新北市算。白色的迄个力量吼，参蓝色力量因有结合在一起吼，所以有甲立委这些该顾好掉，吼，这些该顾好掉，是，吼。啊，我这是感觉讲一个团结的国民党吼，对民众对民众来讲，对老百姓来讲的时阵，他们还是期待啦。啊，这摆时阵就讲，因为他们讲，因为总统规个选啊，规个拢放弃嘛吼，他们讲即摆伫全台湾呢。迄个总统无选好，啊，所以即马足侪青壮派嘛出来讲，希望讲中央国民党中央爱改革嘛吼，所以张参罗志强啊，因足侪人因拢有出来发表一个希望改革的一个呼吁，吼，那我是感觉啦吼，对国民党来讲，因为过去这4年的时阵，包括党产条例相关问题，对国民党来讲，拢是一个要经营包袱最大的啦，爆发真济包括最大的嘿，啊，所以进前的迄个主席，即摆的主席来讲，伊要甲规个国民党吼，甲伊排起来，其实就足困难，足困难的啦。不过咱讲到这个爆发真济，但是2018年是这个国民党大赢吼。继续咱要来请教咱的洪执行长吼，就是讲2018年这个民进党伫咧声势上歹的时阵，会当阁徛起啦吼，上关键的这个部分，敢讲是这个内情真正做了真好，还是讲这回真正是靠着这个山野官芒果干的这个影响的选举？ 2018年的选举吼，甲当年2020的选举的情绪无共啦吼。啊，台湾咧大选一般来讲有3个情绪无共，3个情绪，就是第一个就是中国甲美国的关系，吼，啊，第二个是两岸关系，是，第三就是咱台湾内部哪甲你的关系，啊，今年又加一个香港问题，是，吼，大概即个外挂香港的问题。啊，咱讲中国甲美国，你敢若看到蔡英文伫个正个在伊讲当选迄讲，美国来发来祝贺。 是较早是助理国务卿，是，即个已经是国务卿来发贺词嘛吼。啊，进前2016年的时阵，伊讲的是啥物？美国讲的就讲希望两岸稳定和平发展。但即个毋是咧讲两岸，即个就是讲台湾甲美国未来的国防、军事、经济、贸易，啊，咱要较好的合作。哦，即个就讲的无共。所以中国国台办必须伫咧在一点嘛爱讲，吼，讲一个部分。啊，两岸的问题。 咱看起即届中国伊伫咧选举进前足掂的，有影，吼无讲话，较早若讲话就是变会帮民进党助选嘛。即届中国足掂的，是。啊，过来是讲咱第三个就是内部的问题，内部一般来讲，你个较属于独派，哪较统派，但是即马来讲是袂使安尼看，就是讲应该是喺40岁就切，40岁以下甲40岁以上。是。啊，过来就是讲40岁以来对咱台湾目前的现状维持的独立。 主权独立，台湾人的认同足悬的，吼啊，40岁以上都有分即个统独啊统独的来节目改变啦。为啥物讲？独派部分，去互蔡英文咧，即马咧讲的，就维持现状，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即维持现状所来看过啊。是。所以咱即马看一寡较独派，即届的政党票拢选得无好。啊，统派国民党过去讲伊是统派，但即马统派佮有啥物声音有去？ 红统去，就是讲，比如讲新党啦、统出党啦、吼啊区议啦，因咧讲是要中国统一的，就是讲统派嘛是发现一个变化，就是讲伊咧讲的这变化，啊当然国民党已经会怪讲，啊这九二共识去互民进党拗去啦，吼因为阮讲九二共识毋是一国两制，但是九二共识一国两制是习近平讲的，是，吼，就习近平就是拿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就是甲
一国两制白斗阵嘛。啊，所以这内部咱少年人甲大家对这统独的看法有淡薄啊发生着变化。有影。啊，所以讲这届大选看起来就是这环境。啊，你若讲到2018年迄届，迄摆应该使看起来就是讲国民党有啥物赢？伊是赢伫咧讲，伊有法度团结这保守的力量。所以保守力量就是年金的改革，是，互改革人袂爽嘛。啊，同婚的议题，是，吼啊，宗教团体袂爽嘛。啊，少年人感觉讲，啊，你民进党无咧认真咧杀同婚，伊嘛袂爽嘛。是，吼啊，一日一休，吼，这一寡袂爽的问题就是讲激斗阵。所以你若注意看2018年国民党的啥物人会赢？地方派的夹着。加我保守的选民，伊就大赢。咱中华嘛是，台中嘛是，云林嘛是，台东嘛是。啊，为什么桃园、新竹、家人伊无赢？因地方派的无团结嘛。地方派的无团结，所以伫这深蓝的选区，民进党我都继续执政。啊，说地方选举甲中央选举，我感觉袂使安尼来咧看，两届都做咧比较。是。这届爱比的是爱比2016年。吼，啊，即嘛国民党的青壮派要改革的，这声音。都明显的啦，2016年白选了嘛是安尼讲，嘛是安尼话，是，吼，啊，就变成伊种，你若内容无改，干那为着要啥物人落台，比如讲吴敦义落台，吴思怀落台，吴敦义袂使补的，啊，谢良改补起，嘛是你感觉佫着人的问题，是，毋是路线的问题。我是感觉中国国民党即马面对的是讲，你要伫台湾经营，你的路线最清楚的，是，吼，因为你的路线已经去往牵起讲八通的这路线，吼，爱再扭转来。叫等来台湾的主体性为主啦，我感觉这应该是较是重点。是这个洪执行长有讲到这个三地啦吼，主要这个部分哦，可能有这个台湾甲美国这个关系，另外就是这个两岸的关系，另外咧就是这个哪里哦，这个咱国内政治这个部分啦吼。首先，咱要过来带大家来先看讲哦，其实伫美国这回啦吼，安怎看咱规个选举啦吼，伫咧这个国会内底吼，因为这个国会内底嘛有侪这个声音出现，安怎讲咧？伊这个美国联邦众议院哦 ，Nancy Pelosi 就发表声明啦，先甲这个蔡总统连任哦，恭喜。不过咧，嘛期待这个美国和台湾哦，进一步行较远咧啦吼。另外咧，有这个众议院这亚太小组这个议员哦 ，Ted 伊嘛呼吁讲哦，中国的习近平爱接受到蔡总统所提出的两岸中间哦，佮再继续互相对话这个主张啊，咱先做回来看。2020大选结束，总统蔡英文顺利连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13发表声明，形容台湾的选举是正重大，向蔡英文甲台湾人民来恭喜，而且嘛期待美国甲台湾进一步强化关系。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首席议员约翰嘛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受总统蔡英文针对两岸对话的提议。Yet she and the CCPC,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plex, would be wise to accept Taiwan's willingness. Understand this, accept the willingness of the status quo and respect their sovereignty. China has nothing to gain by trying to unify Taiwan to the mainland. However, they have much to lose. 约翰警告中共爱尊重台湾的自由甲主权，这对中国甲台湾拢有好处。家己嘛继续推销美国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总统蔡英文是接见美国战略甲国际中心 CSIS 的访问团，强调讲会继续甲理念相外的国家来合作，共同保卫民主自由的价值。过去3年多来，台湾面对中国的不断的打压，我们始终秉持不屈服、不挑衅、不冒进的原则，致力于维持台海的稳定。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跟理念相近的国家呢积极合作，共同捍卫民主自由的价值，一起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的发展。蔡总统嘛感谢美国长期对台湾的支持，啊，毋过两岸真有名的学者，嘛是 CSIS 亚洲事务资深顾问的葛来基，针对外界关心的中国对台倾向的议程，北京可能会采取更较硬的做法，包括继续来抢台湾的邦交国，未来4年会继续等待时机，嘛会对台加强政治、经济甲军事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甲美国真正是真重要，这个战略，这个共 partner 啦吼，咱要继续来请教讲，其实咱头拄仔这个洪执行长有讲到吼，就是讲这个台湾内部这个问题啦，啊，另外咧就是要牵涉到甲这个国际这个制裁的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这回咱拍的这个两岸的这个议题，啊，伫国际上嘛就有亲中亲美这款这个声音出现，但是咱讲到这个两岸电气对话以外，
内政这个部分，其实咱讲2016年甲2020年啊吼，这回政党票，民进党只是这个部分是真正减退真济啦吼。咱这个议员是安怎看讲这地？尤其你嘛是做咱这个竞选总部这个发言人。因为这个的小党哦，尤其是咱在本土的小党，其实出来真济，包含基进党、绿党、吼时代力量、台湾民众党。虽然讲台湾民众党摕到较济的票，应该是国民党的票啦吼。不过本土伫定赢的真侪小党是成立的哦，而且因嘛拢虽然无法度摕到国会的席处，不过因嘛是摕到真侪人民的支持啦吼，所以影响到民进党伫个政党票的掌握啦吼。不过当然就是讲，民进党嘛是一个已经30岁，吼，已经30岁一寡的政党吼，所以对真侪台湾人民，也是讲对真侪少年朋友来讲，伊可能总统有法度支持蔡英文，不过伫个政党支持顶悬，伊会感觉讲啊，你过去你民进党看的就是拢是这个人，吼，对我来讲，虽然讲这一届党的副秘书长吼林非凡去做。不过大部分的你也是旧的啊，吼，你也是你以前恁的旧面孔啊，啊，你相对激进党、相对绿党来讲，伊都有真侪少年的出来，也是讲有真侪这个社会改定，吼，很多人都去参加，所以就会让这个年轻人觉得说，这些党可能对他来讲，他觉得他的代表性，或者是伊较愿意互伊机会，所以我感觉伫个政党票这个部分，民进党家己是必须爱思考的啦，吼，就是讲，咱是因为地方还是要经营。我讲坦白的吼，讲地方伫个1对1的席次顶悬，你若无地方的经营，你干那要靠空战要争甲赢，除非每一个人拢是博位，拢是单边位啦，哦，拢爱有遮尔大的力吼，啊有法度啊无，其实基层的经营这都最重要。基层的经营，你基层的经营搭配这个大海啸，搭配总统的这个大事。起来的时阵，你才有法度蔡英文一票，猫咪人一票。啊，若无的时阵，蔡英文一票，猫咪人是倒一个人，无一定伊会摕到迄个票。也是讲，即个伫个地方选的人，伊的地方表现无够优秀的时阵，就无法度蔡英文一票，猫咪人一票。所以我感觉，像我家己的选区，就是真艰苦的选区。啊，我伫个提名的过程当中。应该就后壁才去提名，吼，啊，都已经有够艰苦，你搁遐尔后壁去提名，人这选民要去支持你的时阵就困难的。所以时阵我伫个选区的时阵，伫个讨论这个代志的时阵，我就叫选民甲我质问啦，然后就讲啊，你民进党就是无拢要放杀家啊，拢要放弃啊，拢要放弃大安文山啊。所以我感觉讲，民进党其实就是讲。国民党有国民党的问题，吼，民进党嘛，家己有家己的条件，尤其对艰苦的选区，其实咱爱搁较有自信，尤其经过2016年，经过2020年了后，其实咱对咱家己爱搁较有自信的，就是讲过去蓝绿的这个版图，吼，比如讲咱感觉讲北部就是铁板一块，对民进党来讲就是铁板一块，不过慢慢已经改变了，所以你若是要继续经营落去，想要。得到更较侪选民的支持的时阵，你就袂当选一遍就走一遍，选一遍就走一遍，拢无累积，拢无一寡，互选民感觉讲啊，对你民进党真正有要经营这个所在，我嘛要借着这个候选人来认识你民进党，我感觉这是真重要，因为尤其伫个台北市啦，伫我家己的选区。尤其大安区、文山区，这两个是足拿的选区。过去因对因领先民进党就是感觉讲啊，民进党就是找麻烦的政党嘛，就是社会乱源嘛。不过咱真侪，比如讲今麦真侪咱的议员，也是讲咱今麦真侪杀出来的这候选人，其实拢会当反转这个所在人民对民进党的看法，你都爱互伊继续伫咧遮认真，啊，互伊有机会。我感觉安尼才有法度反转啊，安尼才有法度不止地方的立委。有法度成长，咱的政党票嘛有法度成长，啊无大家就感觉讲啊，你就拢断裂啊。我投蔡英文的原因是，我无想要有韩国瑜当选啊，吼。啊，毋过我政党票要有其他的人机会，因为你民进党无一定代表我，所以你即摆要甲大家讲，民进党蔡英文一票，啊地方立委一票，政党票。民进党一票的时阵，你要互这个等号要画得上去，而不是不等于啊。所以我感觉这件的不等于其实是互民进党内部一个真深的思考啦。因为过去我甲国民党无讲，国民党有东山，所以国民党伫咧经营这个所在时阵，党
党的力量、党的角色会最重要。民进党无东山，所以民进党拢以个别候选人为主，所以就变成说换了一个党之后，他的提名策略如果变的时阵，阮的地方有当时就无法度去衔接，我感觉这就会较可惜啦。所以我感觉2016年2020年这个选举的结果，以我伫家己伫台北市看，民进党应该还佫较有自信的，对这党的接班的部分，爱佫较有自信，杀了跟几个人出来。所以这个艰苦选区这个经营非常的重要啦。不过咱嘛看到恁这个侪部分，亲像这个新北市这个热品有嘛是选了袂歹啦吼。就是讲这个要互少年人机会嘛吼，国民党嘛是爱做一下参考的吼。另外咱要讲到，其实民进党这个爆发嘛真大啦。咱讲进前第一任的时阵，恁已经是完全执政，敢真正完全负责。这回国会佫单独过半啦吼。所以讲大家对民进党是要互你佫一届这个机会，但是对这个民进党执政也是佫有这个疑虑啦吼，甚至佫改革的路，连任这条路，改革这条要安做，咱先请议员。我感觉内政的部分，确实是阮一寡一个真大的条件，就是讲蔡文蔡总统伫两岸的关系，其实是获得大多数台湾人民的支持，所以阮才有法度得到817万票嘛吼。不过伫内政的部分，即马包含时代力量，包含即个柯文哲的即个台湾民众党入来了后，其实一定会比过去佫较精彩。所以阮伫内政的即个部分的掌握，如何互伊佫较有感，这就真重要。因为咱过去伫过2016年甲2020年，尤其伫2018年选举之前，真侪中央做的政策伫落实有感的部分，有当时啊拢会落差去，会差去。有当时啊有做，结果无讲，还是讲有做了后去用黑白讲，拢无第一时间伫反应。2018年的败选，其实阮拢第一线的啦，因为中央之前无一定甲阮直接有关系，不过阮议员的选举其实是受冲击上大的，所以嘛是因为安尼，所以2018年总统辞掉主席了后。内阁嘛改组，由苏贞昌苏院长来做了，我感觉有一寡改变，这个改变应该爱继续延续，就是讲当然对苏贞昌议长来讲，当然嘛是感觉伊真忝啊，年会嘛有啊，而且伊对台湾的贡献嘛已经真多啊，即马若是伊佫继续做，对伊的身体来讲，当然咱会甲烦恼，不过伊这种做事的方法、做代志的态度，伊乃当佫传互较侪人，也是带更较侪少年人，有这个精神力，民进党才有法度长久来执政，长久执政才做的东西嘛会当互人民有感啦，总统伫选举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提出几个政策，我感觉这就是刷落来了后马上爱做，比如讲第一个幼托政策，我家己是2个囡仔的妈妈，这对我来讲我就真有感啊，2500要变5000，我迄天拄好。总统伫宣布的时阵，我家己伫主持，我马上就谢谢蔡英文蔡总统啊。为什么？迄对我来讲，迄是直接。那像这个东西，都是要继续落去，还有长照，照顾老人的部分，还有咱这个，因为这个中美贸易战，很多我们的产业回流之后，刚好是一个今后的机会，和台湾的产业重新整理，重新洗牌，重新找出我们的产业，我们在整个国际里面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感觉这部分马上都爱做，而且大家互你4年，除了你伫两岸关系上面的拿捏，大家是信任蔡英文，在这些部分，我们也要立即让大家有感。有影啦吼，咱讲到这个，其实民进党伫咧这个前一任啦吼，就是讲这个一休哈吼，嘛这个同婚的这个议题吼，真正是可能是2018年这个败选的这个主要这个原因嘛吼，这个有的这个保守的力量，还是讲这个少年人，其实你就是也未实现伊这个过去蔡总统所讲的这个部分嘛，所以伫2018年吼是一个真重的这个关键吼。另外咱要来看讲这回，因为这个国会这个部分然后嘛是大洗牌，虽然讲开立委，这个民进党是选了这个真袂歹啦吼，但是这个不分区这个部分哦，这个席次是甲这个国民党是相差无偌济。咱先来看2020年新国会这个立委这个席次是安怎来表现的吼？民进党这个部分开立委是占48席啦吼，分区是13席。另外，中国国民党伫遮咧是25席，不分区嘛是共款是13席。台湾民众党咧靠着这回啊，这个不分区摕到11%左右这个票数咧，会当看到这回哦有50席的这个
席次会当进入去国会，时代力量呢是有30这个部分。另外，咱看到台湾基进啊吼，伫这回是陈碧维家己靠着这个拍败严宽刑啦吼，伫这回会当取到一席这个区域立委。无当就这部分哦，各有这个部爱去甲这个其他这个小党来去做合作啦吼。咱等下继续来看。另外，咱先来看就讲吼，这回咱讲到这个立委选举政党票得票这个变化，咱自这个2008年开始看啦吼。迄当阵咱看到这个这回2020年啦。国民党甲民进党其实有甲真活啦吼，拢是这个33%外啦吼，只是讲民进党伫这回是33.98%啦吼。另外咧，咱看到这个国民党是472万哦。差不多这个33.36%啦吼，所以伫咧争差价啦吼，过去咱看2016年这个国民党的部分哦是差不多328万外票尔啦吼，当阵这个民进党要537票，所以咱头段嘛讲到，这个政党票民进党直接是落来吼，这嘛是一个大因由啦。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教授啦吼，其实安尼看来，咱有这个国会生态是真正是一个新的一个局面啦吼。咱讲民众党有入来，陈碧维靠着这个区域立委这席嘛入来到遮啦吼。咱昨有听到讲这个民众党这个部分，讲伊要扮演着一个国会无关键这个少数啦吼，要带领着这个新的法案，尤其民进党这个单独过半啦吼，所以因要组着一个这个在野的这个大联盟啦吼。你安怎看讲这个在野大联盟会当甲其他这个在野这部分真正有一股势力出现嘞？好，小党呢虽然加的吼，咱安尼来看，即马加起来甲算是9席，对不对？吼，来伫即个制度上来看的时阵吼，9席你讲要去改变啥物？咱讲投票的决定，当然伊的票数算起来是伤少，吼，所以这是制度这个部分。毋过咱即看代志，咱毋是干那看这个制度这个票数，吼，咱主要是看这个规定。这个规定呢，这个小党吼，因会当去影响社会的这个观感，咱安怎想代志，吼，因会当去。影响讲呢，即马即个议题呢，对一个议题呢，要优先对一个议题呢，咱应该爱安怎去甲迄个讲做啥物款的即个调整？咱安尼来想来讲吼，小党呢，伊即马出来，吼，虽然讲呢，伊无法度吼去做咱国会第一党、第二大党，毋过呢，因会当呢去影响到咱即马国会要为对一个方向来行，所以因有关键，还是因是无关键？吼，我感觉吼，这吼。也阁是歹讲的吼，尤其呢是即个咱即马看即几个小党吼，看起来是拢有准备的吼，所以我个人呢，我并无认为讲，因的即个角色呢，真正是遐尼无关键，这是第一点吼。过来呢，咱再来讲第二党吼，毋过呢。虽然我拄安尼讲法呢，想对即个小党保留足大的即个望，互因足大的即个空间，毋过事实上佫毋是安尼哦。因为呢，为虾米大家会投小党？吼，投小党的即摆选民呢，基本上的即个想法呢，是希望讲，我即摆即两个大党以外，吼，是毋是有别个人会当出来做看卖啊？我会当看有啥物无共款的即个想法，无共款的做法，互咱台湾的政治呢，互咱会挂即个新的即个期待、新的路线。所以呢，小党呢，因伫遮呢，你变遮的管理，吼，还是扛大党呢，伫遐你即马呢，伫遐你消书，吼，还是扛大党呢，伫遐画普拉克，吼，因虽然拢有即个空间，毋过呢，做过头去的时阵。这违背因原底选民的这个期待哦，因为选民今仔投票互你的时阵，是希望讲看到一个咱讲较早较无共款的，你即摆变管理，你选到上过头去的时阵会互反感，好，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小党有哪爱注意的，就是讲虽然因有一个舞台，吼。毋过呢，你即马呢小党呢，若只是为管理来做代志的时阵，吼，家己呢欠缺讲一个当甲社会交代，比如讲有啥物理念，吼，因主要呢来即个做即个国会的这个代表的时阵，因主要是要互大家啥物会，吼，因有一个呢，咱讲吼有一个中心的这个思想无，吼，这个小党呢，必须呢爱伫这款代志呢，爱有哪互这个社会呢有一个足清楚的这个交代。目前呢，咱即马咱来看的时阵，比如讲呢，像这个歌市长的这个台湾民众党，好，在这个部分呢，议题是足应该是讲吼足无清楚的这个状况。你讲伊的这个主张嘛？对。伊虽然呢，即个咱即马讲吼，因无爱行哪，也无爱行力吼，毋过呢问题是安尼，你要爱啥物货吼？那你即马呢，大家呢投即个党吼，投即个票吼，即个党的时阵吼，你做一个政党吼，基本上才应该爱有的条件，伊早晚有哪是爱交代互社会知影吼，所以就讲因家己即马有的空间。
哪有可能就是礼拜甲因家己绑死的空间？啊，毋过呢，因绝对会互咱即个国会有一点啊，咱讲较早，无共款的这个新的一款活动的方式，这是一定的。有影啦吼，所以这台湾民众党这个主张到底是什么些挂主席，你都要讲好清楚啦。毋过咱看到这个这不分区这个部分，咱这个小党真正是得票创新高啦吼。所以台湾民众党伫这第50个这个10处，咱看到这个赖香伶啦吼。啊，咱看到其实伊是真进步的，这个伊做台北市这个劳动局的这个局长的时阵嘛是受到这个欢迎啦吼。啊，虽然讲因开记者会讲因就是这个无关键的这少数要传呢，就较进步的这个法案，咱嘛期待因会当伫国会扮演这款的这个角色啦吼。另外，咱看到时代力量不分区这个部分哦，陈椒华、区显智甲这个小灯泡妈妈王婉瑜啦吼。另外，咱看到这个基进这个部分是陈碧维。另外，要看到这个无党籍的这个部分哦，是原住民，各有原住民啦吼，这个创作甲这个赵正武、甲苏正清、甲鲍坤琪、甲高金素梅啦吼。其实咱看到这个较头前这3位拢甲这个绿营关系较好啦吼。啊，鲍坤琪这回是在挑战这个花莲哦，啊，拍败掉这个寻求连任的，咱讲就是萧美琴这个部分啦哈。高金素梅啊，伫国会已经真久啊吼，这对伊嘛是有一寡肯定啦吼。所以咱讲这个国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气象，新的这个部分，嘛是要继续来观察啦。尤其这个台湾民众党有徛到这个50这个部分啦吼，安怎影响这规个国会，咱嘛会使继续来观察啦吼。另外，咱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其实韩国瑜伫这回落选了后啊，登去高雄市要做市长啦吼。伊昨摆看到伊的这个姿态嘛，放较软啊吼，就是讲先甲这个高雄市民来会识咧。啊，第二天咧，伊个主持着这个市政会议，咱先做伙来看。将近3个月无参加市政会议，高雄市长韩国瑜早下穿西装表达重视，嘛颁奖予市府表现好的同事甲义消。对外界关心伊摕500几万票，会使领1.6亿的选举补助款，韩国瑜入去会议室进前，特别向媒体澄清，伊1块拢无。所有的补助款，通通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个人不能领啊。个人不能领，大家了解吗？因为是政党推荐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所以选举之后。所有得了选票的数字的补助，全部被国民党中央党部领走了，我们1块钱都没有啊！韩国瑜半暝嘛，伫个面册打文章，讲就算伊摕到补助款，嘛会全部捐出去。其他选举期间的捐款，近期来嘛依法公布。不过国民党内选后一直在看改革。韩国瑜13号虽然表示目前无规划参选党主席，但对国民党未来也是无表达意见。只是伊伫个高雄摕票无到3.5%，2年后国民党嘛爱面对地方选举。高雄党这边议员希望中常会全面改选。中常委，我觉得是否在这个说要全面改选？那我觉得由新产生的中常委以及党主席来做全面性的检讨，包括党民，包括其中党内的一些制度，我觉得这是比较全面性的。黄少廷表示，国民党一级的主管平均年纪60岁，民进党的平均40几岁，国民党机器实在伤过老，应该爱调整。嘛建议韩国瑜赶紧掌握互高雄市民有感的时政。记者王家川面交款给我们报道。针对着高雄市长啦哈，韩国瑜这回，咱讲伊的得票数吼，真正是一个关键的这个指标。咱先带大家做回来看，咱看到这个2018年伊选调高雄市长的时阵，伊是摕到89万外票啦吼，伊当阵拍败单期败是74万，这样这个票数啦吼，争差差不多有这个15万啦吼。但是2020年这回选总统。支持韩国瑜的敢若是61万人啦吼，啊，咱看蔡英文是这个109万啦吼，争差差不多有这个48万票啦吼，安尼来回是差不多有60万票，安尼这个争差啦吼，就是讲过去韩国瑜所得到的票，啊，这回佫颠倒输40万票，啊，48万票啦吼，啊，这个争差甲韩国瑜过去所得的票，就是真差是真济，咱继续要请教咱的教授啦吼，尤其咱是伫这个中山大学伫高雄这个部分。观察到高雄市民这个意向到底是安怎？哦，这道的变化足明显吼。因为这2档的大家拢去看高雄吼。伫这道选举的时阵呢，足侪媒体吼，拢安尼来讲高雄，就是讲吼，这是这个韩候选人的这个算讲伊的。伊安怎？伊的大本营嘛，吼，即个媒体拢用本命区这款的这款文字来讲这个高雄吼。毋过呢，台北的媒体安尼来讲的时阵吼，事实上伫地方的感觉可能是拄啊无共款的。2档前呢，迄个时阵市民咱讲吼，伊会去改变伊即个投票，吼，就是讲本来呢，想伫即个单局执政的时代，吼，想大家想对伊抑个算讲做认同，为虾米呢？这短的时间内底，大家改变呢？
几个原因，第一个，民进党伫高雄是10党。经济上一定无互高雄市民一个交代，就是讲吼，你到底是要安怎互即个都市吼，你伫经济发展啊、产业的即个发展啊，有新的期待，即个部分民进党一定拢无互市民一个答案。吼，第二点就是讲呢，即真正久以来，尤其当局的第2任吼10党，虽然有做寡代志吼，毋过有哪有做者包袱，吼，有哪有做者人咱讲的吼有问题的所在，人事啦、市政啦，吼，其实呢，互咱伫地方上吼，咱讲吼，咱伫即个厝边隔壁大家吼，你批评的代志，其实有哪做济吼。再第3点呢，当局呢，共进前几任的高雄市市长当作烧香，你还未做满的时阵，你就落跑。吼，这伫高雄市的政治内底吼，咱讲吼是一个足大的即个机会吼。啊，即个当局呢，做到上尾啊迄段时间呢，带足侪高雄市的即个政府官员吼，佮来到台北，即位总统府来到迄个中央政府去行政院去足侪所在吼，即个规个高雄市政府变成一个咱讲吼是代理人咧做的即个政府。伫即款情形之下，咱讲吼有即个时阵吼，佮有呢来即个韩国瑜吼，这个讲话，这个互大家去期待吼，所以佮加上呢正当8月的时阵吼，高雄市有一个水灾。吼，所以呢，你拄啊有一个时间点，吼，伫即个咱讲吼各种因素吼，咱甲加起来，所以呢，迄个時陣大家也真希望講有一個改變。所以韓市長是伫即個背景之下，你即擺呢，你伫即個背景之下呢，算講吼你是盼大家會足強的即個願望對。啊，結果呢，你伫一個這樣強的願望之下，你無甲市政放伫第一位，你顛倒甲政黨政治放伫第一位。即呢，等於講呢，你完完全全呢做的代志，就是大家要愛的代志，即個倒變。甚至呢，即有一點啊，算講吼是咱講較嚴重吼，即有一點啊是欺騙的即個行為。咱即擺攏毋是咧講政治，咱就為一般的市民吼，咱為市民的角度，為咱做人的即個人性的即個角度來講。所以呢，伫即道的選舉內底。韓市長呢，伊開始宣布伊要選市長的這個過程，吼，一直到伊真正去迄個參加國民黨的初選，到後來呢這段時間，其實呢你會當看吼，這個高雄市吼，一般來講，除非吼，咱講吼做親藍的這個選民以外吼，其他一般的選民是對伊來講吼，是大概是非常無認同的。所以呢，伫這道你會當看伊個全台灣吼投票，咱講吼出來投票。吼，上懸的前10個台灣的行政區內底有8個攏總佇高雄，尤其攏超過8成。對，是。對，蔡總統真正佇高雄有遐爾好的風評嗎？應該唔是。所以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罷免啊，隨便來啊啦。對，罷免這個問題是確實是國民黨愛做注意的。我應該安尼講吼，我感覺是。唔是講國民黨做注意，我感覺是所有的政治人物攏來做注意。就是講你今仔日你選到這個職務，吼，咱選票投互你，唔是要延長你的政治生命。選票投互你是希望你來做代志，無管你今仔是做市長、做縣長，還是做民意代表、做立委，攏總相像。像我來看我這款行為，吼，對政治人物、對政黨來講，可能是一個唔因一定愛做的計算。不過對咱一般老百姓、一般市民來講呢？這是一個足唔通愛發生的，咱足袂希望伊發生的這個代志。所以今仔不只是韓市長，其實任何一個人的狀況攏相像。進前的當局市長，佮較進前的這個謝長廷市長，其實攏佇高雄攏發生相像的代志啊。所以咱會當講韓市長只是把高雄市市民，咱長期以來，咱看到政治人物呢，以高雄來做一個跳板。這款行為呢，無認同一道爆發出來。所以就是講吼，政治人物兌現這個承諾吼，大家是選民非常要嘅吼。所以咱來先看就講，這個高雄市吼，這個罷免的聲音真濟啦吼。啊，這個有個人已經吼，這個戶訂甲定數吼，佇網絡頂吼，嘛濟咧討論。咱就先看這個戶訂是啥物人，看有1%這個公民的這個提議啦吼，已經有這個超過10萬人來連署啦吼。所以因就是要拼這個2.3萬人吼，應該經過中選會去查核因這些資料。第二階段就是10%的這個公民人數，差不多23萬啦吼。啊，投票這個部分呢，若是講這個同意的這個票吼，大過這個無同意的票啦吼。啊，差不多57萬人這個票數，這個罷免這個戶訂就是開始，就是已經會當過啊啦吼。所以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吼，就是講可能是第二階段，若是第二階段，若是達成這個標準啦吼。差不多是這個7月進前就會舉行到這個罷免投票啦吼，所以頭拄這個教授嘛，互咱這個唔若是韓國瑜，所謂這個政治人物，你若是要做政治，你政治承諾這個一定愛顧好掉啦吼。咱要繼續來請教咱的委員吼，其實
针对着安尼声音啦吼，这个高雄市长，这个做无4个月就去选这个总统，嘛，互恁这回立委较歹选啦吼。另外就是讲，这个这个青壮派，咱头嘛讲着，已经开枪，讲要来做改革这地啦吼。咱先这个部分，青壮派这个声音，中常委侪拢死了啦吼。但是这个吴主席这边的意向是啥物咧？这明仔载就会知影答案啦吼。我是感觉讲，国民党要改革吼，这个代志时阵，其实阮嘛是拢足支持的。是。改革，我的看法是较无针对个人啦，爱针对一个规个党，规个党一个制度吼，安尼来感觉。即摆时阵，他们讲吼，就是主席吼，伊即摆败选的时阵，伊就讲，伊甲这伊要。市也是无市这交互中常委，中常委。他们讲即个中常委伊嘛是足头疼，因为这本来是主席伊家己政治这个责任啦。对，伊家己讲出来就会使咯。即摆甲中常委拢拖落来哦，所以即摆足侪中常委因嘛拢饲。我家己的看法是讲，因为中常委他们讲伫个国民党内对中常委，因足侪拢毋是民意代表出来，拢毋是真正政治人物。他们拢是干那党内的选举所以阮即摆阮有一寡较少年的青壮派，阮就是希望讲提出一个新的办法，就是讲，互地方的县市长，还是县市议长、副议长，还是立法委员，会使有一个指定中常委一个比例，来国民党的中常委内底，安尼会使互国民党中常委参民意较接近。那么较早中常委内底，因咧选举拢是党代表咧选，党代表咧选中常委出来时阵，是间接不间接咯。所以参民意的距离可能会较远啦。所以即摆其实阮他们讲，阮有一阵青壮派，阮嘛是明仔载，阮嘛是要提安尼一个建议出来。就是讲希望讲伫个明仔载。中常会的时阵那吴主席因若是请辞的状态，那可能不会有太多人去慰留啦。我感觉这个氛围，袂搬啦吼。我感觉应该是袂啦，我家己咧看是袂啦，是，系啊。我感觉就讲，因为即摆对国民党来对嘛是真是足伤的，因为18年的时候本来是大家看是国民党一个足好的局，对无？一年外安尼。迄个规拢冰，规拢消风，规拢冰盘落去安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内底当然足侪问题啦。他们讲，伊的韩市长，伊伫高雄最新底这时间，这他们讲，一般百姓来讲，真是有一点啊，犹豫点。对吼。他们个就是讲，伊当然是有解说一寡伊的理由啦。伊的理由是讲，因为伫个高雄市这只时阵，足侪物件拢是中央咧发包啦，对啊，包括足侪案呐，伊若是要查要啥物，中央若是拢无支持，其实足侪弊案嘛是拢查不下去嘛，对啊所以毋过这是一个理由，毋过即摆来看，可能就讲，大部分的台湾的百姓没有买这个单，所以我是感觉讲，在台湾政治人物的时阵，诚信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哈。那虽然你找到一寡理由的时阵哈，百姓这理由可能有道理，不过百姓要买单不买单，这是另外一个代志。有影，就是讲这个2018年然后韩国瑜是拍到这个要互高雄发财这个部分吼，大家嘛是想讲要互这个市长好好做来。会共款啦吼，但是这个2020年共款嘛是拍这个经济牌这地啦吼，但是因为你这个市情无表现嘛，所以你就影响到你这总统这个选举这个盘嘛吼，连带是影响到这回这个选举嘛是一个因素，所以咧国民党内这个青壮派因为提出的这个改革的这个诉求，咱先来做伙看，咱想经历到差不多这个1月12号啦吼，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甲游淑慧甲这个张书光甲王鸿辉啦吼，这个青壮派吼调开着要捐出。就80万的这个牛草写出3支钱，然后这个记者会，然后第一支钱下面就是讲吴敦义随来撕掉党主席啦吼，中常会未慰留啦吼，当然嘛随
进行世代交替这个工程。另外咧，第二基建就是讲王淑怀爱清洗掉分区立委啦吼。第三基建嘛是讲叫这个吴敦义都要放弃掉分区立委这个资格吼。所以这个国民党内这个声音嘛已经出现啦吼。另外咱要过来请教咱的这个洪执行长啦吼，就是讲这个国民党内部会当看到因这个改革嘛是讲望吼，这个政党政治会使较焦全的啦吼，就是讲但是咱讲2022年啦吼，民进党随国民同款啦，政党政治就是爱随国民对着这个地方的这个选举啦吼。咱讲这回声势是817万人的这个寄托啦吼。2022年民进党安怎个避骗到这个2018年这款的这个政治大海场？伊即嘛咱即摆的问题上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啦。经济问题就是即嘛就是最大嘛，就是世代就是少年人较老的资源的分配无公平嘛。咱台湾吼注重为淡水边开始，马英九开始，咱的企业拢走大陆去嘛。是。企业走大陆是啥物？咱有两头伫外口，工厂伫大陆，市场伫美国。所以伊的循环是体外咧循环。是。咱即马来讲就是讲，咱的经济，比如讲我举一个例啦，咱即马红海，红海现上台湾上大间企业，是，伊的员工有890万人，结果伫台湾才6000人，伊有9成员工是伫大陆，是，所以伊的经济分配无伫台湾嘛，所以台湾少年人伊会无机会，你讲比如讲，咱台湾上大间的市值公司就是台积电，伊有差不多4万外员工。但是有9成伫台湾，但是安尼比例上虽然在安尼薪水足悬，但是问题在安尼讲嘛4万人，是，所以咱的经济要来互少年人有较大机会。过去蔡英文总统伫个2016年到做来，咱已经有3年，就是基要工资上低工资调整率超过咱的 GDP， 是，结果30年来拢无种情形，就是讲你要来互少年人有一个机会，所以产业甲经济，我感觉讲即嘛就是讲新的国会。的时阵，咱应该是大家重心放在经济面，唔是讲刻意量化啦。是，经济要来发展的时阵，互咱台湾即嘛因为趁这波中国甲美国咧贸易战争，企业咧转来。是，咱去年也通过一个资金的迄个法案，咱资金拢一直咧转来。是，这波的时阵是有少年人机会，我是感觉这个少年人这样踊跃的投票，咱还袂使再辜负，一定要有机会。这机会就是讲要咱伫经济上来。表现，我感觉这上重要，所以呢，法案我感觉是应该是这届应该是偏经济面，减较少政治面。是，这个经济面还是实行啦，尤其咱讲到这个蔡英文总统，真正是天时地利人和，然后就是讲这个国际拄到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战这个习近平佫直直这个恳求吼，这个蔡英文总统来甲杀球啦吼，这部分拢是蔡英文伫即地会当直接开拓到真侪这个票源这个部分啊，但是咱来回过头来想讲，头拄这个洪执行长嘛讲到这个基本工资虽然讲是随3党来调整，但是民众最期待基本工资法也未通过，佫有侪法案，亲像讲这个选情2016年的时阵，矿业法佫有这个集会游行法啦就是讲民进党伫咧处理这进程已经国会是完全执政，但是这侪法案，民众期待是拢也未处理啦这会要安怎解决？比如讲，之前伫个选举之前，阮通过迄个反渗透法，这个部分国民党就一直甲阮骂讲是安怎爱伫个遮尔短的时间来通过。其实我要甲大家讲，其实伫个去年5月的时阵，阮的迄个代理人法就已经讨论啦。毋过国民党伫个国会一直甲阮反对啊。毋过这个法有重要无？真重要，因为你看像欧洲、纽西兰、美国、德国，真侪国家拢早就定啊，尤其纽西兰一天。迄个法案就通过，所以若是讲中国对这个国家的侵害、的渗透拢遮严重，对咱台湾，迄是更较严重的啦吼。尤其咱伫咧选举之前，佫看到即个蔡正元甲中国吼去针对即个中国即个严调王立强的即个代志吼，其实拢互咱真烦恼嘛吼。我要讲的就是讲，我要讲反渗透法即个例，就是讲咱伫咧法案伫咧推动的时阵，其实。大家拢会讲，比如讲国民党就讲恁就是完全执政，你就是完全野蛮，不跟小党沟通，所以民进党有当时会有两难。阮需要讲，阮甲小党搁较侪沟通，毋过阮的支持者会对阮有期待，比如讲少年人会对阮有期待，感觉讲你就完全执政是安那，你搁会安。毋过确实你执政了后，你爱面对足侪人对你的挑战，所以我讲其实。
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是毋是应该爱搁较透明，互所有咱的支持者知影，讲咱即马是安那，你期待的法案，我即马放在遮，无法度去讨论，无法度去通过。我感觉应该爱互搁较侪人知影，因为有当时连阮啊，阮是议员嘛，吼，中央伫咧讨论法案的时阵，阮嘛无一定完全了解，所以阮准2018年，阮伫咧选举的时阵。迄时阵处理一个是迄个机车的法案，迄时阵有一个环保为环保署啦，通过一个法案讲要消灭机车。阮咧摕到迄个单的时阵，我嘛足惊的，讲啊奇怪，那是中央安尼，结果毋是，迄根本就是有一个科长，就甲这个公文发出去了后，佫流出去予企业界，互业界哦。那我觉得像这种代志，伫未来民进党执政的过程当中，一定爱尽量去撇的。吼，第一个爱大家对咱期待的代志，咱爱有一个时间表出来，要安怎做，要安怎做，当时要做什么代志，当时要做什么代志。不过这个宣传，这个说明嘛是爱共款。有人有，我感觉政党竞争吼，国民党甲阮批评、甲阮攻击，这是应该的啦，无因就失职啦，对无吼？不过针对在野党对咱的攻击的时阵，咱嘛要有一套，要有一套的说法。但伫2018年之前的民进党，我感觉这是做了无够的。所以未来我感觉就是讲，即马完全执政啊吼，会比2016年迄时阵佫较调整，佫较大吼。比如讲郭文哲的这个台湾民众党，吼，伊一定会用伊的方式去，互伊的党佫较大，吼，对民进党的攻击一定会佫较激烈，吼，所以咱这绝对要做好准备。就是讲，这个头拄这个议员嘛有讲到吼，就是反渗透案吼，这个是较这个两岸这个关系这个部分吼，就是讲民生要义的这个所在，亲像咱头拄讲的这个基本工资法啦吼，还是讲这个矿业法，对这个环境。对咱的这个生态，啊，讲这个集会游行等等的，这个顺序爱摆好出来吼，所以第二届已经完全执政互你啊，就是讲民众的这个要义的这个所在，这个顺序真正先甲摆好出来，啊，甲这个解脱掉这个民众的这个疑虑啦吼，尤其这个学者最近嘛咧分析讲吼。过去这个2018年进前，民进党就是未晓行销啦吼，政策有咧做，但是拢宣传袂出去啦吼。啊，毋过看到这个2018年，真正是伫败选了后，有咧这个改变这个行销这个部分吼，甲这个少年人伫网络顶直接吼，这个部分嘛做得真好。但是咱要过来请教咱的教授啦吼，安尼看起来，咱讲民进党有这个执政的包袱啊吼，第二任搁较济连任之路挑战才刚开始。国民党有这个内部这个问题啦吼，咱教授安怎看？无毋对，咱即马无共政党呢，虽然讲有人赢有人输吼，啊，毋过呢，执政党、反对党拢有家己应该爱做的代志嘛吼。虽然有虽然的这个摊开，啊，个第一点就是家己人内部爱先整理好。其实包括民进党嘛是小伤啊吼，总统得遐济票，你政党票其实并无济嘛吼。所以呢，今仔日呢，即马你即个总统伫即马即个新的吼，咱讲新的任期内底。吼，伊看伊的政党中间的关系是要安怎处理？吼，最近毋是要随个讨论讲，是毋是伊要倒来接即个民进党的党主席？吼，啊，个民进党内底遐济即个派系，即个派系呢，进前呢，足侪外部的即个观察呢，认为讲呢，即个派系呢足强势，吼，安尼即摆呢，即个。总统有这个新的这个选票做基础了，因内部是毋是讲会重新吼去调整因虽然的这个位置？国民党嘛是小伤啊吼，尤其国民党的这个挑战吼，恐惊是个愈大愈根本的吼，为这个政党的路线到内底的人数吼，这种爱规个去调整，所以呢。咱拄仔讲小党，吼小党呢有足侪通亏爱做，吼大党呢更加吼，即马因两边吼拢爱求进步。有影啦吼，讲到这个教授头拄仔讲的这个蔡主席蔡总统啦吼，可能伫520佮接这个党主席啦吼，这是民进党党纲内底就是讲总统就是当然的这党主席，但是这个主席甲这个总统真正这个党纲袂使做调整嘛？咱请洪执行长。那不是讲本身做调整的，就是讲咱主要看这届2020年有一个较特殊的所在，就是讲两党的党主席都毋是总统候选人啊，有影。好，所以政党伫咧大选的扮演的角色就无啥共啊。国民党嘛是共款，民进党嘛是共款。好，这是政党家己内部的制度啦。哦，感觉讲即摆就是民进党是执政党，你就是爱打你的总统、行政院。内阁最好，哦，这是咱人民的要求嘛。哦，你当然你在野党，大家刚才你看到你在野嘛，所以大家感觉对你的路线有问题嘛。
啊，当然你来讲，执政党你总统要兼党主席，无兼，迄是因内部问题。你若莫影响到咱的迄个政策，莫影响到对咱有较好的法案。我是感觉这应该是讨论啦，会使讨论，无啥意见。不过咱看到这个行政院然后这内阁想要来接吼，其实有这个种声音啦吼。咱讲虽然这个苏贞昌院长然后虽然袂使做甲这个五二控啦吼，但是讲这接班嘛有这个亲像这通市长啦，这个郑文灿啦吼，这种声音出现，但是头拄仔这个教授嘛讲到啦吼，亲像这个过去这个行政院是咱这个赖清德院长吼，自这个辞掉这个市长来到这个行政院啦吼，这嘛是一这个难关，亲像这个教授讲的，这变作是一个代理的政府啦吼，单局起来做这总统府的这个秘书长啦吼，这嘛是民进党一个这个挑战的开始啦吼。对啦，拢一定是即嘛就是讲，你若选到县市长，就是最任期最满最头嘛。是。哦，你若只要一半落跑，当然这是较无好啦。啊，所以即嘛过去拢有一寡一个例啊啦，一寡例嘛吼，因为做者不管你两党拢有种情形。啊，这就好已经好在政治人物看。我是感觉即卖来政治人物，因会较会大家任期最较头。是，所以这个政治吼，都要做好套牢吼，人民来信任吼，政治生路真正是要做好完全吼。今日非常感谢4位来宾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谢谢。感谢，谢谢。多谢，谢谢，感谢。